下6、7、8看他们怎么分。不是，你有看到麦克风吗？又少一只了。那个有没有人拿一支麦克风的？有人拿麦克风吗？地狱，子宇，我们在4分钟后开始，乐团往前移动。子宇，喂，喂喂喂喂喂喂，1、2、3，1、2、3。对。嘿，贝斯，你弹一下。没有，我那个没有办法，没关系，那个清场没关系，没关系。再弹一下。
各位兄弟姐妹大家平安。哦，真欢喜。我们邀请到非常年轻的一个乐团，这个乐团的平均年龄只有16岁。那我们现在用最热烈的掌声欢迎建成乐团带来的《爱的季节》。Come on， 哎，再快一点 ，Come on，1、2、3、4，一起来。这是一种熟悉的感觉，在这水上冬季的冷冽，与你那不经意的一瞥，我看出你内心有点胆怯。又再次的花开花谢，来到这充满爱的季节。你知道那不是2000多年前的传言，是无尽的爱与盼望之源。马槽透出微光，却温暖玻璃合成一口口相传。远方牧羊人接耳呼唤着夜晚世界之光辉煌。爱的季节，在今晚主爱将你我相连。爱的季节，它开的爱与希望永不变。爱的季节，即使更迭着爱就将蔓延。爱的季节，为你奇迹写下爱的诗篇。跟大家讲一个历史故事，大家知道猜对的有奖，知道这首歌是几年写的吗？有没有答案？大概是我，好了，2017年写的，距离已经5年了，是不是还是很流行呢？是。你们好歹给一点那个回应好不好？好不好？好了，我们再一起来喽！借给我你们的手。这是一种熟悉的感觉，在这水上冬季的冷冽，与你那不经意的一瞥，我看出你内心有点胆怯。又再次的花开花谢，来到这充满爱的季节。你知道那不是2000多年前的传言，是无尽的爱与盼望之源。马槽透出微光，却温暖玻璃合成一口口相传。远方牧羊人接耳呼唤，夜晚世界之光辉煌。跟我一起挥手好吗？爱的季节，在今晚主爱将你我相连。爱的季节，它来的爱与希望永不变。爱的季节，即使更迭着爱就将蔓延。爱的季节，为你奇迹写下爱的诗篇。再次爱的季节，在今晚主爱将你我相连。爱的季节，它来的爱与希望永不变。爱的季节，即使更迭着爱就将蔓延。爱的季节，美丽奇迹写下爱。再一次我们一起唱，爱的季节，在今晚主爱将你我相连。爱的季节，爱与希望永不变。爱的季节，即使更迭着爱就将蔓延。爱的季节，我想要再一次，我只要听到大家的声音，我们乐团的不要唱好吗？爱的季节，爱的季节，起码你们也唱个《爱的季节》好不好？爱就将蔓延。爱的季节，不行，我觉得你们要再唱一次《爱的季节》，好不好？诗篇，我们不要唱《爱的季节》，在今晚主爱，问你们，睡，楼上，是个叠着爱，再一次，每个奇迹写下爱的诗篇。谢谢大家，我们是建成乐团。好，其实我们还有第2首歌，以为结束了吗？借给我你们的双手 ，Come on， 我们请地板动作小王子来几个地板。我在想一件事，一件特别的事。原来是颗希
希望只是闪耀在夜空中。今天唱着欢庆的歌，明天依旧喜乐。我把环境变成享受，现在就对了。因为爱，忧伤不在；因为爱，圣诞存在；因为爱，幸福常在。因为爱，一起来，我唱着 Mer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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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ristmas， 天天天天天天快乐，不再不再不再忧伤着。这是个庆祝庆祝庆祝时刻，快快快快跟我唱着。因为爱让我们相聚着。大家在圣诞节的时候有没有听过这首歌？有的话举个手好吗？有啊，有吗？有来过建成教会参加圣诞节的时候，你们一定有在2015年听过这首歌。我记得2016年也有唱，好像2018年也唱了。去年我们有没有唱？我们连去年都唱了，所以等一下副歌大家应该很熟了吧？好不好？我们大家一起唱哦，因为爱 ，OK？ 好，一起来，嘿！我在想一件事，一件特别的事。原来是颗希望，只是闪耀在夜空中。今天唱着欢庆的歌，明天依旧喜乐。不管环境变迁，享受现在就对了。因为爱，忧伤不在；因为爱，圣诞存在；因为爱，幸福常在。你们 ，Come on， 我唱着，他们会耶，果然是8年的经典老歌了。快快快快跟我唱着，因为爱 ，Come on， 让我唱着 Merry Merry Merry， 天天天天天天快乐，不再不再不再。我看到地信歌会唱哦。这是个庆祝庆祝庆祝时刻，快快快快跟我唱着，因为爱让我唱着 Merry Christmas， 快乐不再不再不再忧伤着。这是个庆祝庆祝庆祝时刻，快快快快跟我唱着，因为爱让我们相聚着。以为结束了吗？因为爱，忧伤不在；因为爱，圣诞存在；因为爱，幸福常在；因为爱，最大声我唱着。不再不再忧伤着，忧伤着，因为爱。最后一次好吗？我唱着。不再不再不再忧伤，不再忧伤着。因为爱让我们，因为爱让一起喊，因为爱让我们，再一次，因为爱让我们。我们不要唱给他们。谢谢大家，祝大家圣诞快乐！我们是建成乐团，永远都是建成乐。18岁了，好，谢谢谢谢，好，我们再次热烈掌声，谢谢建成乐团。好，在节目开始前，我要非常的隆重的介绍一下，在今年2023年最特别的一年。
的那个节目主持人，这次重金礼聘请到非常年轻、貌美、可爱、动人，他很年轻哦，不到18岁。让我们以最热烈的掌声欢迎我们的节目主持人逸轩。当然，今年我们建成友爱2023年的圣诞舞会呢，不会只有一位主持人，我们教会呢还有一位非常优秀，千拜托万拜托，他才来愿意当我们今天的主持人。他精通8种乐器、8种语言、8种，各位啊，这种人才稀有啊！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欢迎潘婷怡。我係就不好咧，我好不睇第一波喲，我係就係，好咧，我不錯，就你们一定听不懂这是什么语言，对不对？这是跟圣诞老公公沟通的语言。我为了这个特别先去学了一下，哈，耶！今年的节目听说非常的精彩，对不对？没错，接下来这个节目呢，是我们教会智慧与历练的结合。大家猜到是谁了吗？智慧与历练，我好像只有想到我他是我们教会最有智慧、智慧、人生历练经过最多、历练，是我们信仰的见证者，也是我们生命的常青树。那你就是玫瑰花。不好，常青树。好，让我们欢迎松年团契。呀！松年团契呢，他们整团加起来的年纪超过1000岁，年纪最大的已经93岁了。你刚说超过几岁加起来？1000。哇！这位好像是里面最年轻的吗？对，没错。我的阿嬷呢也在里面，我的阿公阿嬷也在里面。我记得我阿嬷曾经跟我讲过，只要她还活着，她还能走，她每个礼拜天她都一定要来教会。哇，你阿嬷真的是信仰的见证者。你阿嬷是谁？方便介绍一下吗？她是，等一下再跟大家介绍，在人群中。好。哇，好，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欢迎我们的松年团契。好，我们各位亲爱的姐姐们，请你们向前一步。好的。好。好，我们谱要打开喽。
最热烈的掌声。哦，呀，唱的实在是太好了，每一位都是用生命唱出的美好之歌。他们用血和泪，不，用生命、血与泪组成的肉体，在唱很生命的歌。各位，你们有没有想过，你们，松年团契是几岁可以参加60岁以上。60岁以上，那你要不要再介绍一下？我们松年团契呢，聚会只要你60岁以上，我们每个月会有2次的聚会，在星期五，那大家都可以来参加。当你在家觉得头痛、困不起、心情无助的时阵，你都可以来参加我们松年团契。哦，我们礼拜五上午10点，只要是65岁以上，原住民60岁，那我应该在50年后才能去。有这么年轻吗？对。好，我们再以最热烈的掌声献给我们的松年团契。哇，接下来等一下哦，我好像要帮他们拉一下布幕。接下来呢，这个非常厉害，他在我们生命当中也是非常重要的角色。没有他们，也就没有我们。我们的一生当中，母亲都占我们非常重要的角色。没错，真的很重要。各位，我跟你们讲，等一下你们有一个地方，他们等一下会到一个来信压收，你们要用力的喊“吼”，好不好？因为你们没有喊，我回去会死定。你们应该知道为什么？对，因为我妈妈是这个妇女团契的会长，她大概从3个礼拜前就开始讲，告诉我们主持人一定要吼。你们一定这时候心里在想，她昨天有没有讲，对不对？她昨天又再交代我一次，所以恁几人几声吼，恁伊的生活会愈来愈好，好不好？无我转去会死翘翘哦。好。我看。那这个时候我来讲个笑话好了。好，通常这个时候就是要讲笑话，对不对？大家猜猜看，有一天弟弟走在路上，然后哥哥突然冲出来，哈，弟弟被吓到了，那弟弟会变成什么？地下道。哈哈哈，哈哈哈哈。好笑哇，好笑，好笑，好，不好意思，好了吗？没有笑话了。OK， 好，让我们以最热烈的掌声欢迎妇女团契。有嘞，我们必欢欢喜喜出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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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平安安蒙引导，蒙引导，平平安安蒙引导，蒙引导。大声小声地在你们面前发声歌唱，天野地树木也都拍照。大声小声地在你们面前发声歌唱，天野地树木也都拍照。一起跳。
起喊的。再喊一次。再喊一次。嘿，嘿，嘿。下面不要停下来，嘿，嘿，呼呼，嘿，嘿，嘿，哎呦，你们要帮忙的地方来喽！准备喽。神爱世人，爱世人，神赐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叫你千辛万苦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反得永生。神爱世人，爱世人，神赐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叫你千辛万苦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反得永生。神爱我这般的神，神爱的生命来救我，我要快快来信他，来信他，不要辜负他爱我们的心。来信耶稣，来信耶稣，好，来信耶稣，来信耶稣，好，信耶稣上永生，信耶稣上永生的永生。好，来信耶稣，来信耶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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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嘿，来信耶稣，来信耶稣，好，来信耶稣，来信耶稣，哈，来信耶稣，来信耶稣，好，信耶稣上永生，信耶稣上永生的永生。谢谢我们的妇女团期带来精彩的表演。来来来，拍个照，拍个照，哇，跟花一样呗。耶，实在是太我必须精彩说了，他们怎么都不喘啊？实在是太厉对害了啊。很厉害哎！哇哇哇！哎，如果我是这个年纪，我应该已经骨头散掉了。真的，哇，实在是太厉害了，想必大家一定看不过瘾。接下来一样献给大家非常精彩的舞蹈，有没有？接下来要欢迎我们银发族的好处比广场舞啊！而且是非常有名的。今年就2首歌在有名，这一首就被他们跳走了。Flower， 让我们欢迎我们的银发族好处比带来的 Flower FLOWER。谢谢你的拼音。我想说，他们上去需要点时间，还是又要再听笑话了吗？好，
OK 了吗？好了，我们音乐下，一起拍手。Baby, you can find me under the lights, diamonds under my eyes. Turn the rhythm up, don't you wanna just come along for the ride? Oh, my outfit's so tight, you can see my heartbeat tonight. I can take the heat, baby, best believe that's the moment I shine. 'Cause every romance shakes and it bends, don't give a damn. When the night's here, I don't do tears, baby, no chance. I could dance, I could dance, I could dance. Watch me dance, Wow. dance the night away. My heart could be burning, but you won't see it on my face. Watch me dance, dance the night away. I'll still keep the party running, I won't get out of place. ABC, 도레미 만큼 착했던 나 그 눈빛이 싹 변했지 어쩜 이 또 하나니까 난 파란 나비처럼 날아가 잡지 못한 건 넌 네 몫이니까 활짝 꽃피웠던 시간도 이제 모두 내게 l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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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붉게 타버려진 너와 나 난 괜찮아 넌 괜찮을까 구름 한 점 없이 예쁜 날 꽃향기만 남기고 갔단다. 꽃향기만 남기고 갔단다. You and me 미칠 듯이 뜨거웠지만 처참하게 짓밟혀진 내 하나뿐인 라일락 난 하얀 꽃잎처럼 날아가 잡지 않는 것은 너니까 살랑살랑 부는 바람에 이끌려보만 오지만 우리 마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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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붉게 타버려진 너와 나 난 괜찮아 넌 괜찮을까 구름 한 점 없이 예쁜 날 꽃향기만 남기고 我们一起来， 갔단다. 哎。 꽃향기만 남기고 갔단다. 이젠 안녕 goodbye 뒤는 절대 안 봐. 미련이란 이름에 입새 하나뿐비에 너에게서 떨어져 꽃향기만 남아. Hey, hey, 꽃향기만 남기고 갔단다. 拍照，拍照，拍哇塞！哇，照。拍照，拍照，拍照！来来来，集中，集中在前面，拍照，拍照。好，来，我们的大花来了。碎碎碎！耶！实在是太精彩了。哎，真的是不简单呢。他们可以这样跳，而且我刚刚有发现我们的那个爱珍执事，他是跳完妇女团契又来跳这个，哎，对，哇，我看体力真的他很好一点都不哎喘哎。
这告诉我们年轻人，我们平常要干什么？我们要多运动。哦，接下来就是真的是年轻人了。年轻人，接下来是我们的青少系团契，他们的年纪呢是介在国中跟高中这2个年纪，在刚好不大也不小的年纪，所以呢，这个时候是干嘛？是青春期的时候，叛逆的时候，叛逆的时候，我记得你很叛逆，非常叛逆，不会像他们现在这样。他们等一下的表演当中，还有他们自己自创的歌曲要献给大家，大家等一下可以好好的欣赏他们的表演。我记得去年的圣诞节，我的朋友有来，他跟我分享了一件事。我问他说：“你看哪一个节目觉得最感动、最有感觉？”他说是青少系的戏剧表演。他说为什么？因为他说在这个最尴尬的年纪，他们愿意站在舞台上，热情的演出给大家看，是不是很值得？大家给他们一个掌声。好的，准备好了吗？好，还没之前，我先来讲一个笑话。请问，水手划船的水手，除了划船以外，他最喜欢做什么事？吃菠菜。好。答案是水手最爱的是关灯，因为水手关灯，耶！好，来，让我们再次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我们的青少年团契。子爱从小在基督家庭长大，每周日都会和家人一起去做礼拜。爸，等下午餐要吃什么？子爱啊，先专心做礼拜啊，等下再想等下要吃什么。好，敬畏上帝。子爱，听说你有在练举重哦？对啊，所以我那个手脚都很酸。哦，那也太厉害啦，不愧是我们建成大力士。孩子们，子爱要献诗了。子爱要献诗了，快点走了，走了。好。子爱从小就有在练举重。高中时，因训练的关系，所以开始渐渐减少来教会的次数。他每天都很努力地练习，在比赛中获取好成绩的成就感，让他忘记了是上帝在背后支撑着他。子爱，周末要不要去打电动？不行我在1个月就要比赛了。啊，那你都不用去教会哦？还要比赛还去？比赛比较重要嘛。哦，好吧。子爱，你今天就来举个1吨的，如果你举起来的话，教练我请你吃面。你如果举起来的话，你应该就是高中界的第1名了，加油啊，子爱！子爱，你成功了哦，很好，明天继续来练习。因为子爱刻苦的练习，因此在全国大赛中荣获佳绩。林子爱，小妖精，举重妖精林子爱。子爱，我是稳掉了。
也因为子爱的能力出众，所以他被有名的体育大学看中，开始了他的大学新生活，也不再去教会了。直到有一天，子爱想要挑战以往没有挑战过的重量。子爱，你都上大学了，今天就来挑战个2吨的。2吨这种东西，我其实5岁的时候就举起来过一次了，所以对你来讲说应该是轻轻松松啊。加油啊！稳住，稳住！哎，三你们怎么样？医生，子爱受伤了，快点！怎么了？啊，这个感觉，我看一下啊。这个完了，BBQ 了！对呀，医生，他真的没救了吗？这个至少要休息2年啊！啊，2年啊？那他要怎么办？看来他以后可能没办法再举重了。子爱，如果你连这种小儿科的东西都举不起来的话，那你以后不用再举重了。大学可不是你想象的那种小儿科游戏。子爱的腿受伤得很严重，很难再去比赛了。从那之后，他开始浑浑噩噩的过日子，只能在打工生活中度过。哎，好吃的面哦！好吃的面加大！いらっしゃいませ。客人，老请问板，我要一你要吃什么？碗面。一碗面，没问题。好，对，请坐。好，谢谢。哦，这好好吃哦。可是这个价格，老板，哎，什么事？你这个面里面怎么有头发啊？头发？你看这里，头发。啊，客人非常的すみません。那这样子好了，我就帮你改一下账单，这颗就算你免费的，怎么样？这个头发，这金发，我们店里没有人是金发，所以你的意思是说，是我自己加进去的啊？对啊，想找茬一张好一点借口吧，你这只想白吃白喝的家伙。你是想打架是不是？打来啊！哎，客人，你的账，哎，客人，你还好吗？客人，你在干嘛？你直接冲啥？你被 fire 了！喂！自从子爱被拉面店辞退后，他把自己关在家里，谁都不想见。在这段时间里，父母一直陪在他的身边，为他祷告。渐渐的，子爱走出了阴霾，礼拜天也跟着父母一起去教会。子爱啊，这段时间你发生了很多事情，但我相信这都是上帝美好的安排啊。子爱啊，其实你也可以试着自己为自己为自己祷告，上帝会听你的话的。
渴望我可以更多感受你的存在。经过太多的风浪，当我失落和彷徨，一转身你就在身旁。你牵我走过高山低谷，在我生命中，你陪我漫步哼着玩笑，在这微风中，多想更多的被你拥入怀中，用你那温柔双手守护着我每个梦，就算我痛苦软弱，你也不会放弃我，即使我迷失方向，你也不曾离开过，在我身后默默扶持守候，有你翅膀在心中，就会找属于我的天空。你将自己献上，手拿在十字架，你用宝血洗净我，使我脱离罪恶。不管过去现在，你的爱不更改，只渴望我可以更多感受你的存在。一步一步的寻找，一次一次的祷告，你是神，是我的依靠。你带我飞过高山低谷，在我生命中，你让我坚定，不再动摇，在这强风中，不再害怕，因为你在身旁。紧握双手抬起头，迈开大步向前走，就算我痛苦软弱，你也不会放弃我，即使我迷失方向，你也不曾离开过，把我举起放在你的肩膀，有你力量在手中，双手撑起有你的天空。你带我飞过高山低谷，在我生命中，你让我坚定，不再动摇，在这强风中，不再害怕，因为你在身旁。紧握双手抬起头，迈开大步向前走，就算我痛苦软弱，你也不会放弃我，即使我迷失方向，你也不曾离开过，把我举起放在你的肩膀，紧握放在手中，双手撑起有你的天空。请举重妖精林子爱上场。我们会再一次热烈场，谢谢青少年团契，来，各位帅哥美女，我们站在中间来辅导，地信呢？帅哥总是最晚到的。哇！来，等一下，你帮我送麦克风，先报吗？再出来吗？对，先报。好，那个我们下一个
下一个节目，也是让我们用热烈掌声欢迎银发族的好处比歌唱班。天籁美声，哎，我们那个掌声不要停啊！继续拍到他们上去玩为止，会不会拍？来！哇塞，我们的观众真的超配合的。我们银发族的 Hold 处 B 呢，有6大课程，有我们的桌游班，还有我们的手工艺班，还有我们的歌唱班，还有我们的卡拉 OK 班，还有我们的曼丁鼓舞班，还有呢我们的健康操班。你看我们的歌唱班人数非常的多，而且好像每次报名哦，他们还有分。哦，好，谢谢我们的掌声团，拍谁？那个你们知道他们的报名，他们每次很快几天就额满，好像当天就额满，秒杀，就像抢票一样，抢那个潘婷依演唱会的票一样。是，好，我的票大概要10天才卖得完。好，其实他们好像10秒钟就抢完了，而且他们有分那个，他们有就像上课一样，夏天的时候会有什么？那叫什么？夏天要休息，夏天要放暑假。暑假，对不起，夏天要对，他们还有放寒暑假，所以大家记得寒暑假不要来报名哦，而且要报名就要快点哦，你们家里的阿公阿嬷都可以邀请他们来参加我们的社区银发族。好，我觉得今天2位年轻充满活力的主持人非常的棒哈，而且从刚刚一开始到现在，节目完全都没有冷场，所以呢，今天我们歌唱班，我觉得我们也很荣幸哈，我们要带来2首歌曲，然后让这个现场的弟兄姐妹能够感受到，其实唱歌真的是一件非常幸福喜乐的事情。好，希望我们今天用这个红色的上衣这样的装扮，让大家感受到，其实我们是非常有热情的。在教会哈，我们说建成友爱，所以教会都是年轻人，我们也都是年轻人哦。我们要带来第1首歌曲，叫做《最美的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啊，认识耶稣就是我们生命中最大的祝福。为大家献唱这一首歌曲，谢谢大家，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在无数的黑夜里，我用星星画出你，你的恩典如晨星，让我真实的见到你。在我的歌声里，我用音符赞美你，你的美好是我今生颂扬的。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能认识主耶稣。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能信靠主耶稣。走在高山深谷，他会伴我同行，我知道这是最美的祝福。借给我你们的双手好吗？一起左右。在无数的黑夜里，我用星星画出你，你的恩典如晨星，让我真实的见到你。在我的歌声里，我用音符赞美你，你的美好是我今生颂扬的。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能
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能信靠主耶稣，走在高山深谷，他会伴我同行。我知道这是最美的祝福，走在高山深谷，他会伴我同行。我知道这是最美的祝福。好，谢谢大家。好，那第二首歌曲呢，我们要带来跟今天的节日这么一个特别的圣诞节，我们要送给大家最美的礼物啊。那我们也要在这边谢谢我们敬会长老、正美长老，还有我们的2位牧师，这么多的同工，让我们一到礼拜一，我们最期待就是来参加歌唱班。绿色树下堆满礼物，彩色卡片围绕火炉，笑容在人们的脸上流露，喜乐从音符画出。爱我们的阿爸天父，差遣爱子为宝贵救赎，他的降临揭开了救恩的序幕，救世主耶稣基督。我们有简单的动作一起做好吗？叮叮当，叮叮当，铃声多响亮，在这闪烁的光彩之中，我禁不住歌颂。叮叮当，叮叮当，铃声多响亮，在这永恒的应许中，耶稣是最美的礼物。爱我们的阿爸天父，差遣爱子为宝贵救赎，他的降临揭开了救恩的序幕，就是主耶稣基督。右手先，叮叮当，叮叮当，铃声多响亮，在这闪烁的光彩之中，我禁不住歌颂。叮叮当，叮叮当，铃声多响亮，在这永恒的应许中，耶稣是最美的。我们再叮叮当一次好吗？来，叮叮当，叮叮当，铃声多响亮，在这闪烁的光彩之中，我禁不住歌颂。叮叮当，叮，最后一次喽！铃声多响亮，在这永恒的应许中，耶稣是最美的礼物。在这永恒的应许中，耶稣是最美的礼物。谢谢大家，掌声鼓励鼓励。谢谢我们银发族侯世碧歌唱班。好，那么然后祝大家诞快乐！好，我们一起拍一张大合照。来来来，哦，要有的要坐阶梯来。这个是比较讲究的拍照，所以大家后面的团契也可以比照效仿一下啊，好不好？有一个瀑布的感觉，就像早上上班的时候台北桥下来的感觉，机车下来，大家有没有印象？好，来了，来，我们稍微阿嬷不要半蹲，腰稍微往前倾啊，好，来。好，这样大家拍得到哈。Hello。
谢谢。哎，这个真的要特别介绍一下，刚刚我们的歌唱老师胡一芬老师，真的这个来头不小哦。可是我们鼎鼎大名的民歌歌星胡一芬老师，我们再一次给他热烈的掌声。但是我没有主持人厉害，我不会8种乐器，我也不会8国语言。没有，我是8国联军。谢谢，好，谢谢，谢谢静怡老师，永远的18岁。我记得我参加青少年团契的时候，静怡老师是辅导，在我印象中他就是长这样子，没有变，到现在还是长这个样子。他一定有偷偷去做凤凰电波。你有没有？好。在他们撤场的时候，我们要介绍下一个表演的。对，下一个表演，我先介绍一下我们银发族 Hold to B 呢，其实是非常受欢迎的，是我们教会跟我们社会局合作的活动。其实呢，有时候听到他们的故事会很感人，为什么呢？他们有些人其实平常65岁的长辈在家里是很无聊的，那我们的喜谁呢都要去上班，所以他们在家很无聊，没有事做。但有了这个活动以后呢，其实有些长辈就会跟我们分享说，其实有了这个活动以后，他第一次感觉到人生这么开心。因为在老的时候，可能我们喜谁没有在身旁陪伴，但是有的这个活动，他们能来到这边，能相聚在一起，其实他们内心是非常开心的。我们建成，我们有爱。我们建成，我们有爱。没错，这就是我们从哪一年开始，从2个牧师来开始，到很久以后，到耶稣来的时候，我们都是秉持着我们建成，我们有爱。耶！好的，接下来这个节目呢非常精彩。现在这个时代，大家最害怕的是什么？就是结婚。谁想要结婚？是不是？爱情的坟墓。对，人家都有这样说，结婚就是爱情的坟墓。但是当大家有这个想法的时候，等下一定要仔细看接下来的节目，因为你看了以后会哭，你就会想结婚。哦，原来如此。好，那我们以最热烈的掌声来欢迎我们的情色团契。幸福天地。哦，不好意思，那个音控，对了，哦，好，我们再一次以最热烈的掌声欢迎情色团契。幸福天地，分分秒秒踩在云端里，好像幸福只存在童话故事里。尖叫声！自从耶稣进入我的生命，心中眼睛被主爱开启，看见幸福的天地就在我心里。不是遥不可及，也不是要完美主义，它是真实而简单的。看看他们脸上灿烂的笑容，好甜蜜的笑容啊！展现现在拥有的，感谢上帝公义，幸福是分享自己领受的，叫别人。相信圣经所写的每句都是真理，幸福是卸下重担给上帝，因他必看顾你。
现在拥有你，感谢上帝公义，幸福是分享自己领受的，叫别人的利益。幸福是相信圣经所写的，每句都是真理。幸福是卸下重担给上帝，因他必看顾你。他并不是遥不可及，也不需要完美主义，他是真实而简单的，活在主爱里。叫声幸福是珍惜现在拥有的，感谢上帝公义。幸福是分享自己领受的，叫别人的利益。幸福是相信圣经所写的，每句都是真理。幸福是卸下重担给上帝，因他必看顾你。幸福是卸下重担给上帝，因他必看顾你。尖叫声，尖叫声更大声！太精彩了，太甜蜜了！来，拍照，拍照，拍照，集中一下。哎，好像下面有一点鼓噪声哦。说亲一下。好，那我们以一个轻轻的来拍照一下。啊，生孩子。哎，那个不好意思，这已经有三包了，还要再生4包吗？3包胎，因为参加情社团就已经有3胞胎了，好不好？有3包。好，谢谢我们好，谢谢我们情社团体。哎，其实看到他们，我真的很感动，因为什么呢？我突然想到，因为他们是年轻的情社团体，我刚刚脑中想到是我爸妈，他们是老情社。其实你们不要看他们老情社，其实他们妞妞舞很厉害哦，所以我觉得要建议一下，明年2024老情社也上来跳一下什么恰恰、双人恰恰、双人，因为我觉得我爸妈那个年纪的，他们现在脚在下面很痒，对，有没有？想当年，你们是不是脚很痒？郑梅姐是不是脚很痒？郑梅姐跟文和哥，我记得那个恰恰好像很会扭。对，好，你们2024年准备一下我们老情社的节目哈。接下来，刚刚大家一直说生孩子，生孩子，没错，我们最可爱的小朋友来了。接下来呢，表演的是我们的幼幼班，也就是我们学龄前的小朋友。好。好的，他为我们带来非常精彩的表演哦。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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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就是我们刚刚年轻的情社诞生下来的结晶。没错，看看他们多么的可爱啊，在台上各种情绪都有，有没有？非常的丰富。这就是可爱的小朋友啊！好，阿宙在看你啊，阿宙阿公啊，好，来，好。好哦，让我们再一次给小朋友一个热烈的掌声！好。
愿意从天上为你降生小小马槽里。耶稣他爱你，所以他愿意为我们带来盼望平安的消息。耶稣他爱你，所以他愿意代替你我的罪，献上他自己。耶稣他爱你，所以有圣诞节，他要把爱的礼物送给你。所以唱叮叮当，叮叮当，铃声多响亮。你看他呀，不必风霜，面容多么慈祥。叮叮当，叮叮当，铃声多响亮。他给我们带来幸福，大家喜洋洋。他给我们带来幸福，大家喜洋洋。耶稣他爱你，所以他愿意从天上为你降生小小马槽里。耶稣他爱你，所以他愿意为我们带来盼望平安的消息。耶稣他爱你，所以他愿意代替你我的罪，献上他自己。耶稣他爱你，所以有圣诞节，他要把爱的礼物送给你。所以唱叮叮当，叮叮当，铃声多响亮。你看他呀，不必风霜，面容多么慈祥。叮叮当，叮叮当，铃声多响亮。他给我们带来幸福，大家喜洋洋。所以唱叮叮当，叮叮当，铃声多响亮。你看他呀，不必风霜，面容多么慈祥。叮叮当，叮叮当，铃声多响亮。他给我们带来幸福，大家喜洋洋。他给我们带来幸福，大家喜洋洋。掌声鼓励鼓励！谢谢我们的幼幼班带来精彩的乐器表演，有没有看到各种丰富的情绪？不管什么情绪都是非常可爱的。好，我们来一个大合照。来，拍照拍照。我们这上面年纪最小的也才1岁7个月哦。参加幼幼班是要几岁到几岁啊？学龄前，你只要在幼稚园以前都可以参加。所以你有幼稚园的小孩就可以带来参加幼幼班哦。来，老师。耶！好，再次掌声，谢谢我们幼幼班。耶！当然，我们除了幼幼班以外呢，有我们的国小的小朋友。国小，你是说我们的主日学是等一下是1到6年级要表演吗？没错，我们这是重金礼聘到我们非常厉害的街舞老师，人称地板动作小天王 ，AKA 建成小王子之称的钟立安，是我们这次的我们的舞蹈老师。等一下大家可以认真的看他们到底有多厉害。
好了，我讲一个豆腐的笑话好了。大家知道那个豆腐拍照会变成什么吗？百叶豆腐。好，那再讲一个豆腐的笑话好了。再讲豆腐笑话前好像好了。OK， 好，太棒了，好来，让我们以最热烈的掌声欢迎主日学。Somebody save your soul. I've been sinning in the city. I know too many troubles. All these lovers got you losing control. You like a drug to me, a luxury, my sugar and gold. I want the good life every good night. You're a hot one to hold. I can make your hands clap. Said I can make your hands clap. Somebody save your soul, 'cause you've been sinning in the city. I know too many troubles. All these lovers got you losing control. You like a drug to me, a luxury, my sugar and gold. I want your sex and your affection when they're holding you close. 'Cause you don't even know. I can make your hands clap. Said I can make your hands clap. Every night when the stars come out, am I the only living soul around? Need to believe you could hold me down, 'cause I'm in need of something good right now. We could be screaming till the sun comes out, and when we wake we'd be the only sound. Get on my knees and say your friend change round. 准备好了吗？尖叫声！Searching for your worst and best, don't ever deny. I'm like a stranger, give me danger, all you're wrong and you're right. Secrets on my way to the freeway, you're a keeper of crimes. Still no conviction, grits of wrath can only sweeten your wine. But you don't even know. I can make your hands clap. Said I can make your hands clap. Every night when the stars come out, am I the only living soul around? Need to believe you could hold me down, 'cause I'm in need of something good right now. We could be screaming till the sun comes out, and when we wake we'd be the only sound. Get on my knees and say your friend change round. But I can make your hands clap. 尖叫声！尖叫声！几个掌吧，几个掌，跟他们几个掌。老师一起，来，老师一起。老师，你用个地板动作跟他们一起拍照。耶！太厉害了！太强了，太强了！哇，太强了！我们谢谢主日学，也谢谢立安老师。老师好帅哦！老师有女朋友吗？牧师在问。好，非常厉害。如果你有小朋友，欢迎来参加我们的儿童主日学。每个星期天的节目，跟我们的课程呢，都是非常的精彩。
所以欢迎大家热烈的来参加。我们的聚会时间呢是星期天的早上9点半。好，接下来呢，大家常常会在问说，圣诞节到底圣诞节庆祝的意义在于何？圣诞节的由来到底是什么呢？到底是什么？我们接下来呢，我们的社青团契要为我们演出耶稣诞生的故事，让大家了解到底圣诞节的由来是什么。而且很特别是，他们这次要用音乐剧的方式、歌舞剧的方式呈现给大家。这个故事发生在2000多年前。我是快乐的木匠，月色，月色，月色。只要是跟木工有关，都难不倒我。帮众人解决烦恼是我分内的工作。我是快乐的木匠，月色，月色，月色。我是快乐的木匠，月色，月色，月色。我敬畏又敬畏，虔诚又爱主。我是神所用的器皿，眼中的艺人。帮众人祝福祷告是我喜爱的工作。我是快乐的木匠，月色，月色，月色。我是快乐的木匠，月色，月色，月色。我是快乐的木匠，月色。你看，这美好的创造，你听，这美妙的语音缭绕，用心感受，这一切是如此馨香美好。我是如此微不足道的女子，主却爱我如己。我要让我恩典永在主里的爱，已无法比拟。啦啦，感谢主恩如此甜蜜。啦啦啦，你的爱
玛利亚，玛利亚，蒙大恩的女子，玛利亚，平安。谁？是谁？谁在呼喊我的名字？是我，主的使者。你在神的面前已经蒙恩了。你要怀孕生一个孩子，给他起名叫耶稣。他将要伟大，成为神的儿子。可是我还没结婚啊，怎么会有这种事呢？圣灵要临到你的身上，至高者的能力必应庇你，因此所生的儿子必称为神儿子。哦，我是神的使女，愿照你所说的成就在我的身上。就这样，按着神的旨意，玛利亚借着圣灵怀孕了。此时，玛利亚带着喜悦的心情告诉约瑟这个消息，但约瑟久久无法相信，甚至怀疑起玛利亚来了。约瑟的内心对于妻子玛利亚的事感到非常的困惑，也不知道该不该把她给休了。想着想着就睡着了。此时，主的使者向他在梦中显现。大卫的子孙约瑟。谁？是谁的声音？是我，主的使者。我是来告诉你，不要怕，只管迎娶你的妻子玛利亚，因她所怀的孕是从圣灵而来的。她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这一切事的成就，都是应验主借着先知所说的话：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必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啊，原来玛利亚说的是真的，我得赶紧去找她。玛利亚，玛利亚，请问有看到玛利亚吗？玛利亚，玛利亚，玛利亚，约瑟，玛利亚，神的使者已经跟我说了，原来怀孕生子是真的，而是从圣灵而来的。我们要将她生下来，并给她起名叫耶稣。好。这一年刚好该撒亚古士都下令人口普查，于是约瑟带着玛利亚回到故乡伯利恒。玛利亚，玛利亚，你还好吗？应该还可以。我们再走一下到了，你撑着，撑着。可是我的肚子好痛哦，好像快生了哎。那我们赶快赶紧找个旅馆来休息一下吧。啊，来了。老板，怎么了吗？请问还有房间让我们休息一晚吗？你们来得太晚了，我这边客房都已经客满了。拜托，我妻子怀孕这么大，肚子这么大，我们真的需要休息一下，拜托给我们一个房间可以吗？不是我不帮你，不然我后面还有一个马房，稍微整理一下，应该还可以用，我带你们去吧。好，谢谢老板，麻烦你了。于是玛利亚就在马槽里生了婴孩，名叫耶稣。希律当王的时候，东方的三博士看见天上星象有异，于是开始讨论。我从未见过如此明亮之星，那是极好用爱与希望光明。我深知救主君王即将降临，我们要跟着这光寻找前行。就在前方，我看见光芒。穹苍，那是我们君王。对着黄金路上，我要瞻仰他模样，他是世界之光，荣耀的君王。在那边，我看见。寻见他容颜，他是世界之光，荣耀的君王，他是世界之光，荣耀。
于是三博士出发前往耶路撒冷，路上不断地问说：“那生下来做犹太人的王在哪里？我们在东方看见他的心，特别的来拜他。”这话也传到希律王的耳中，希律王愤怒地召见三博士。我在万人之上，谁能与我对抗？听到希律王，只能退让。我是犹太人的王，我是了王，用我手掌。无人可逃，千里两千里有我掌管，无人敢向我挑战。我在万人之上，谁能与我对抗？听到希律王。我是犹太人的王，他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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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把那个王找出来，杀了他！哈哈哈哈哈！在伯利恒的野地里，有牧羊的人，夜间轮流看守羊群。有主的使者站在他旁边，主的荣光四面照着他们，牧羊的人就感到惧怕。那天使对他说：“不要怕，我是来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今天在大卫的城里，因为爱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你们要看见一个婴孩包着布卧在马槽里。”那就是记号了。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于是牧羊人将这大喜的信息传开。这时，三博士也在伯利恒里不断的寻找。请问这位婴孩的名字是？他是神的儿子，叫耶稣。三博士终于找到这位降生在马槽里的婴孩耶稣，并将礼物献给他。这时，牧羊人因着天使报的喜讯，也看见了这位弥赛亚。哎呀，正如天使所说，犹太人的王降临在伯利恒的马槽里。真是太不可思议了！哈利路亚，赞美主！哈利路亚，赞美主！我的无讲是要做迄就是记号，耶稣是救希望甲平安人生的外靠，耶稣，你把你大家三家人知影伊的好，耶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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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无讲是要做迄就是记号。
求希望甲平安人生的我靠耶稣，你把你大家三个人知影伊的好，耶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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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伊是咱的耶稣。祝大家圣诞快乐！哦，当下吗？好的，可以了。接下来就是我们最重要的环节了，是吧？这个要还他。第一，哪一个？没有。对啊。先给孩子放下来。好，那个我们小朋友要养嘛，来来来，一人带一只回家，记得好好牧养哦。接下来好像是我们小朋友最期待的环节。圣诞节绝对少不了我们的圣诞老公公。听说你昨天有接到一通电话？对，我昨天有接到一通电话，就是因为你们也知道，圣诞老公公他讲的不是中文，可是他就是说，有一个方式可以让他用中文的方式来跟大家打声招呼啊，或是聊聊天啊，要送给礼物啊，对不对？然后他就告诉我说，但是要转换语言，需要有一个很特别的事情。刚刚我们前面有说到，现在最流行的2首歌，第一首是刚刚有跳过的《Flower》，第二首是什么 ？Queen 卡。啊，没有了，我们要唱圣诞歌啊。对，但是呢，在这开始之前呢，圣诞老公公呢要怎么找寻到建成教会？他就是要听大家唱出《圣诞铃声》这首歌，他会随着歌声哪边比较大声，就会往哪里去。我觉得这个会不会太夸张了？这个箱子都先拿来了。好，没关系，我们也不知道能不能召唤到圣诞老公公啊。你们两个要唱特别大声哦，好不好？好了，那我们要，因为他刚跟我说他的那个跟迷路在路上啊，所以我们要唱大声一点，他迷路才会跑得比较快，好不好？3楼的朋友，好，那我们就一起开口哦，要用歌声吸引圣诞老公公来到我们的现场。一起来雪花，雪花雪风飘，花鹿在奔跑啊！圣诞老公公驾着美丽雪橇，经过了原野，渡过了小桥，跟着和平天然地来到，嘿，叮叮当，嘿，叮叮当，后面那个是吗？铃声多后面那个吗？来了吗？天真多么慈祥，还没来？叮叮当，在后面吗？你看一下，你看一下。那你去烟囱看一下好不好？去烟囱。我们带来幸福，大家喜洋洋。等一下，没有，我觉得是那个拍子的问题，而且又唱太小声了。你们唱太小声了。那个帅哥，对，就是你在摸头发那个，你要唱大声一点呐，好不好？对不对？后面的美女有没有都戴口罩？好不好？我们俊男美女要唱大声点，而且我们都要加快哦，好不好？不然迷路唱一唱跌倒了，刚那个什么速度啊？我们要快点哦！1、2、3，来！雪花雪风飘，花鹿在奔跑，3楼。圣诞老公公4楼。驾着美丽雪橇，经过了原野，渡过了小桥。你们要唱啊！跟着和平
圣诞老公公听不到，嘿，叮叮当，大声，笛声多响亮。来了没？还是不够大声。来了。等一下，我们暂停一下。等一下。哎，听说你昨天联络的，我是跟你视讯的吗？不，你应该听不懂中文，所以你到底是点头还摇头？你要变换成圣诞老公公的语言。哦 ，so sorry。不好意思哦，大家冷静下来，冷静，先 calm down，OK？那我们先跟圣诞老公公对个话，好不好？还是那个小光，你来跟他对话一下。你会讲圣诞老公公语吗？好，没关系，没有。你，我还我还帮他们看不来。是，喂，我这不是他们还了不合适嘅，不还有都不是哦，不是不是，嘿，不好意思，我跟大家解释一下，我们那个因为这个圣诞语言它有点是德文。跟意大利文，然后又拉丁文又西班牙文，所以你大家听到我会有那个，就是德文会掺在里面，然后我可能会，这就是意大利文，所以你们大家会很容易分辨，好不好？他说那个他不是跟我视讯的那个，那我们是要问他来干嘛？他来干嘛？你来干嘛呢？他说那个他原本跟我视讯那个圣诞老人，他的迷路就是因为吃太饱，所以他现在走的比较慢啊。他的迷路比较瘦，所以跑得比较快。他先来跟我们打声招呼，等一下跟我视讯的那位圣诞老人他就会来了，因为我看他这个里面好像是空的。你们干嘛？还想干嘛？把空的给他们呢？好，谢谢你们，好配合哦。好，那我相信圣诞老公公一定想再听小朋友再大声的唱一次圣诞铃声，来，我们再快点喽！1、2、3、4、5、6、7、8，雪花随风飘，嘿，花鹿在奔跑。嘿，叮叮当，叮叮当，谁唱的最大声，糖果拿最多。这里都没有唱，不要敲，要听到歌声。它给我们带来幸福，大家喜洋洋。好。我跟他讲一下话。让他们讲一下悄悄话。好的，对，没有，我跟他用另外一种语言对话一下。OK， 我觉得他来了一个part，我觉得这个圣诞老人刚刚让我们两个很惊恐我们超惊恐的，我想说我们召唤的圣诞老人怎么没有来？跟我是另外一位啊，视讯的圣诞老人不太一样来，哲青来，你跟我一起好了，好不好？好了，那我们现在要。先让他转换语言，对不对？对，要让他转换语言。OK， 好，那我们现在，我刚才讲什么？好，还没电话，你按住车先嘛，好嘞，我们要就瞧嘞。OK， 好，他叫我们要转换语言，但是我们要先准备一下，好。转换语言呢，要让圣诞老公公他可以讲中文，他必须要跳一个舞蹈，他才能转换成中文，他才能讲出中文。但是必须要小朋友跟着一起喊。你们等一下要喊出来好不好？他才能转换成讲中文哦。好，然后大家音控等我们就定位3秒后，你再播音乐，谢谢。
对见。Queen Card, I'm hot, my forever is alright. 来吧 I'm star. Queen Card, I'm top, I'm twerking on the runway. I am on Queen Card, you wanna be the Queen Card? Queen Card, Queen Card, Queen Card, Queen Card. Take a photo. I'm a Queen Card, I'm a Queen Card, I'm a Queen Card, I'm a Queen Card. 不要随便喊这个，你知道？昨天我跟圣诞老人视讯的时候，他说要跳这个，他才能转换语言。然后我跟主持人腿我跟拉伤以轩一个拉伤，一个筋骨受伤，好不好？这老公，我先问他有没有转换语言看他有没有转换成功，好不好？你有成功了吗？好，你讲一下他的语言，看他有没有成功。哎，不太了，我不太好，我讨论怎么了？什么？他说差一点，快了。他说因为不是你们不够嗨啦，等一下那个地方的时候，你们可以跟我们一起比吗 ？Queen Card，好不好？然后一样跟我发出一样很惊恐的脸，好不好？大家有看我刚刚的脸很惊恐吧？这样 OK 好。对见。Queen Card, I'm hot, my forever is alright. 来吧 I'm star. Queen Card, I'm top, I'm twerking on the runway. I am on Queen Card, you wanna be the Queen Card? Queen Card, Queen Card, Queen Card, Queen Card. Take a photo. I'm a Queen Card, I'm a Queen Card, I'm a Queen Card, I'm a Queen Card. 哎耶！建成的大朋友、小朋友，大家下午好。好。今天开不开心啊？今天开不开心啊？开心吼，很高兴大家今天来到这里。我们两个主持人太惊恐了。好，那最后圣诞老公公呢？要准备发糖果了，但是在发糖果的同时，要一起唱着我们的刚刚那首《圣诞铃声》。我们直接叮叮当，好不好？5、6、7、8，叮叮当，叮叮当，铃声多响亮，不必风霜，面容多么慈祥。叮叮当，叮叮当，铃声多响亮。哎，随风飘。花鹿在奔跑，圣诞老公公驾着美丽雪橇，经过了爷爷。哎，3楼也要，3楼，丢不到3楼，3楼吧，左边的3楼，后面啊，后面，圣诞老公公后面，圣诞老公公后面。这个是我小时候最喜欢的环节了，我小时候都想要在下面抢糖果。3楼还要，哇哦！我们的乒乓球老师太厉害了，单手接，哇哦！哇！好的，今天我们2023年建成舞会就在这边告一个段落了。最后，我们大家一起说：我们建成
我们有爱，祝大家圣诞快乐！耶，跟你的左右前后的朋友说圣诞快乐耶！圣诞快乐！哎，圣诞快乐！好，那我们现在来宣布一下，大家我们可以陆陆续续移动到马来亚餐厅。我们的开始的时间是5点半。那我们的节目不只是在今天这里就结束喽，等一下在用餐的时候会有很棒的摸彩活动哦。好，大家记得5点半要准时到马来亚餐厅。位置的话，在楼下公布栏，大家可以先看。我们歌唱班跟广场舞班，下去找长老，好，歌唱班跟那个广场舞班下去找许长老。